过来消息来看，开国夜起的高雄镇定渔港尊玩会馆3、4楼旅馆的空间，连续3届招商拢流标哦。嘛，互批评讲是网仔馆。今年渔业署总算是顺利招商咯，今仔嘛正式启用。那互尊玩哦，嘛开放互一般民众会当来订房。渔业署嘛望讲，搁会当看到咱台湾对人权的重视。3、2、1。 贵宾从手中的红线游落来，也代表这栋镇定渔港尊园会馆对7日开始全面启用。农业部表示，正因为受到法规限制，3、4楼旅馆用的空间一直无法度开放，即卖顺利招商。望这栋结合5路旧困宗教的多功能会馆，会当互外籍尊园感受到台湾对人权的重视。尊园拢有家己的自称啦，吼，但是讲伊有大的所在啦，但是阮就是讲鼓励这个尊东。你也阵我讲的时阵，有当时会使奖励一下吼，来迄个买这个住宿券，互咱尊顶的尊员吼，嘛会使来享受一下咱陆上的这个旅馆啦。Saya juga sangat senang melihat bahwa pemerintah Taiwan telah membangun aula awak kapal yang indah ini sebagai bentuk penghargaan dan kepedulian atas kerja keras ABK selama di laut. Saya sudah menginap di sini selama 2 hari, 2 malam. Dan merasa sangat nyaman dan tidur dengan tenang. Saya sangat senang dan menghargai bahwa pemerintah Taiwan semakin memperhatikan hak-hak awak kapal asing. 镇定渔港尊园会馆以2楼有设餐饮区、弄球台、甲祈祷室，3、4楼是旅馆，拢总有60间双人房、4间4人房。除了要提供给尊园，卖开放给一般民众来订房。渔业署表示，为了要鼓励尊公司，因有制定奖励制度，公司对尊园愈好，会当掠鱼的数量就愈多。另外，高雄区渔会嘛讲，未来若是遇到天灾，尊园会馆会免费开放给尊园来住。配合我们国家的人权行动计划，或是所谓的企业的 ESG， 或是善尽社会责任。 我就会对于这种鱼种的配额，我会多喝给你一点。农业部表示，镇定渔港当年有15000人厝的外籍尊园来遮做工课，去年会馆以2楼先开放，尊园拢正热闹，平均每天的服务人次有300人。记者柯家族柯兆雄高雄场报道。